間手落，轉真馬，側身，衝拳，跟住伏手衝，攔截亦都等於枕手，跟住正身伏翻嚟，都係伏手，攤掌，衝拳，一、二、三，每一次都係伏手嘅。綁手有一個側身，跟住立手正身衝，一、二、三。艱難攤綁，溝手就等於立手，立落嚟，一、二。拍手等於撳手，一、二。伏手就沉落，一、二、三。我哋就練完呢個動作。艱難攤綁溝拍嚟衝，應用上邊可能係上馬嘅起式，對住對方一埋，速，伏手，問手，間手，啪，間手，我哋收埋嚟，問手，對方打埋嚟，橫攤，橫踏步，綁手，脫手嘣就打埋，一脫手嘣就打埋，一手一綁一脫嘣，或者轉正身衝，溝手容易，一溝落衝，溝落衝，撳衝，攔攤衝，綁立衝，溝衝，撳衝拳，伏衝拳，再嚟一次攔撳衝，攤衝，綁立衝，溝衝拳。撳衝拳，拍衝拳，伏衝拳。